粵語版中國新聞匯編2020年11月7日週六，公曆2020年11月7日星期六，農曆庚子年9月2日。標題新聞榜一句話懂天下。國內3家糧食企業散布糧價大漲謠言遭查處。社會內蒙古致32死瓦斯爆炸事故案一審宣判32人獲刑。國際普京將因健康問題辭職。黑宮發言人怒斥無稽之談。社會男子網約女子給禁藥玩虐待遊戲後將其殺害，警方通報。國際原料，特朗普和拜登都沒想到的情況真要出現了。國際美媒佐治亞州宣告翻藍拜登反超特朗普917票。社會大連女童被害1年後，兇手父母道歉，女童母親內容轟動未賠償。國內林鄭月娥離京前召開記者會談了這些事。國內台媒台當局稱以優勢警力扣押一艘大陸漁船及船上4人。國際這太瘋狂了。特朗普指控選舉欺詐後，多名共和黨議員與他決裂。教育部目前還不具備將普通高中納入義務教育的條。國內青島一大貨車失控連撞數車，致7車受損，1人輕微傷。圖片一箭13星。中國長征6號火箭成功發射升空。社會瑪莎拉蒂撞寶馬致2死4傷案主犯被判無期，稱已達成賠償協議。社會湛江一男子殺人後墜樓砸死路人受害者家人，聽說兇手吸毒，與其無債務關係。國內雷海潮升任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有博士學位，長期研究衛生政策。社會四川一男生多次表白被拒捕死17歲女同學，二審改判死緩。國內台灣台東外海半日內發生2次里氏5.4級地震。國際美媒洛杉磯華人住戶小區車庫遭竊盜賊2天內多次進出。社會上網貸1萬元的小伙被騙2萬9，這些錢都是臨時請朋友救急轉的。國際決心反恐，馬克龍想建一支歐盟外部邊界部隊。外媒有人要對費城計票點發起襲擊，警方已介入調查。社會廣東陽江一起8人涉黑案，一審宣判2人被判死緩。國際美國多地爆發抗議，現場出現突擊步槍、炸藥，商場被襲高速封閉。社會其犯女兒伙同男友騙走父母20萬，被抓後疑惑騙的是父母親，又不是別人，抓還要判刑。國際印巴邊境發生交火，印方2士兵中槍受傷，一武裝人員身亡。國際日媒炒作中國海警法草案允許使用武力條款，日防衛大臣急滅火。社會因公交坐過站，76歲老人2次搶奪正在行駛中公交車的方向盤，法院判。國際外國軍事觀察家預測衛星圖像顯示中國開造新核潛艇，型號不明。國際無論誰贏了大選，主流民調都輸了。國內一箭13星成功。長征6號火箭完成首個國際訂單。國內蔡國華終身監禁，非法收受財物11.8億餘元，10.7億餘元係未遂。涉案11.8億恒豐銀行原董事長蔡國華一審被判死緩。社會68歲男子反制87歲持棍上門打人者致死是否正當防衛係二審庭審焦點。國際特朗普選舉夜後首次公開露面。記者：你是輸不起嗎？國內台藝人向李登輝肖像潑漆遭起訴，曾明言討厭台獨教父。國際韓國23歲男子成立犯罪組織，自封老師16歲成員向警察自首被殺。國際美大選官員新冠陽性，仍去上班，近2000名選民曾前往投票。圖片探秘空客航空博物館的超級彩虹。國際中國駐歐洲多國大使館提醒公民防範恐怖襲擊。圖片罕見，殲16戰機海灣超低空掠海飛行。社會四川一涉毒惡勢力集團致死未成年人案宣判主犯死開。國際專訪荷蘭 ASML 中國總裁對向中國出口光刻機保持開放態度。國內習近平為柬埔寨太后莫尼列舉行友誼勳章頒授儀式。央廣網11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為柬埔寨太后莫尼列舉行友誼勳章頒授儀式。
二、王毅，中國疫苗將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央視新聞，外交部長王毅同秘魯外長洛佩斯通電話時表示，中國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中方歡迎秘方企業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鼓勵更多中國企業赴秘魯投資興業。三、商務部對禁止進口和限制進口的技術項目進行壓縮。人民網11月6日，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司長陳春江表示，商務部將抓緊會同有關部門推進中國禁止進口限制進口技術目錄的調整工作，除了保留涉及國家安全、環境安全等必要的技術條目外，將更加突出市場調節的作用，對禁止進口和限制進口的技術項目進行壓縮，為技術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動創造良好的環境。四、央行報告數字人民幣體系尚無正式推出的時間表。每經網11月6日，央行發布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0，報告指出，數字人民幣體系尚無正式推出的時間表，人民銀行將繼續穩妥有序推進數字人民幣體系研發工作，做好試點測試，加強相關政策和影響研究，不斷優化和完善研發設計。五、市場監管總局非醫用口罩抽查合格率達84.3%。中新網市場監管總局消息，經過各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口罩等防疫物資產能迅速擴大，口罩市場供應和產品質量得到充分保障。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非醫用口罩產品質量專項監督抽查合格率已達84.3%。全國12315平台日均受理口罩投訴數量較1月下旬降低96.1%，口罩質量違法案件大幅下降，產品質量趨勢向好。六、陳雨露，我國建成世界最大的企業和個人徵信系統。人民網，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11月6日表示，我國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企業和個人徵信系統，基本實現了經濟主體的全覆蓋。截至目前，已累計收錄近11億自然人、6000萬戶企業及其他組織的信用信息。七、雷海潮出任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桃園新京報記者王菲，據新疆日報11月6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4日至5日到克什地區和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調研疫情防控工作。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學軍、雷海潮陪同調研。上述消息顯示，北京市衛生健康委黨委書記、主任雷海潮已出任國家衛健委副主任。八、北京重點人群可接種新冠疫苗。北京日報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市財政局聯合印發了《北京市秋冬季養老服務機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防控方案要求做好養老機構工作人員疫苗接種等服務保障工作，穩妥推進通勤員工、隨訪工作人員、保安、保潔、身體適宜且自願的老年人等重點人群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九、中國疾控中心今年流感疫苗批簽發數量5000萬劑次。一財1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馮祿照表示，今年流感疫苗批簽發數量5000萬劑次，但是一些地區仍然供需失衡，未來政策應該多支持疫苗的生產，提升流感疫苗的接種率，保護高危人群的健康。10. 中國36個大中城市糧油庫存保障能力均超20天。光明網，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糧食儲備司司長秦玉雲6日透露，中國政府糧食儲備體系健全，庫存規模充實，僅地方儲備就能滿足產區3個月、銷區6個月、產銷平衡歐4.5個月以上的市場供應量。36個大中城市及市場易波動地區成品糧油庫存保障能力都在20天以上，品種結構合理，口糧比例超過70%，同時兼顧玉米等飼料用糧。11. 政策匯編，北京2級以上醫療機構為老年人提供一定比例現場號源，
多地出台政策細則，全鏈條保護知識產權。上海已建議健身卡設7天冷靜期，辦卡7天內未使用可全額退款。遼寧涉重大危險原危化企業，全部實現在線監測預警。廣東今年審批速度大幅提升，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12. 港澳直通車，香港半山逾1億港元豪宅首推，先住後付。林鄭月娥：香港要恢復經濟增長，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科技大學發現阿爾茨海默病治療新靶標。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培訓班在澳門開班。13. 美國大選恐政黨輪替，柯文哲呼籲小英要低調。台海網據台灣中時新聞網報導，美國大選開票陷入膠着緊繃，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暫時佔有優勢，有望擊敗現任總統特朗普入主白宮。對於若政黨輪替是否會衝擊台美關係，台北市長柯文哲認為，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盟邦，理論上都應與美國兩個政黨保持友好，強調美國總統是明年1月20日上任，在此之前要保持一種比較低調的方式。國際14，威斯康星州重新計票，特朗普團隊開始籌款，將支付300萬美元。澎湃，北京時間6日11時30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威斯康星州的得票率反超現任總統特朗普0.7個百分點。對此，特朗普競選團隊提出要求該州重新計票。據紐約時報報導，根據威斯康星州法律，如果候選人的得票率差距少於1%，候選人有權提出重新計票。特朗普需要為2次計票自掏腰包支付大約300萬美元的費用。15. 特朗普滿臉沮喪。環球網當地時間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選舉夜後首次公開露面並發表講話。講話中，特朗普抱怨起了這場大選，指責民主黨偷竊選票，並稱大選中存在鬼把戲。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關這場講話的報導中，紐約郵報卻用了一個極為罕見的詞來形容特朗普當天的狀態 ，downcast 沮喪的。16. 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食品價格在今年10月連續第5個月上漲。央視新聞，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最新報告顯示，在穀物、食糖、乳製品和植物油的帶動下，全球食品價格在今年10月連續第5個月上漲。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是衡量全球貿易最活躍的食品類商品國際價格變化的尺度。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10月平均為100.9點，環比上升3.1%，同比上升6.0%。17. 印尼下個月將為900萬人接種中國新冠疫苗。環球時報，印尼政府一位高級部長日前宣布，印尼計劃在12月份為900萬人接種中國製藥企業北京科興生物技術公司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印尼政府海事和投資部長盧胡特潘賈坦表示，疫苗接種可能會在2020年12月的第3週開始。18. 荷蘭 ASML 中國總裁對向中國出口光刻機保持開放態度。澎湃新聞，荷蘭光刻機巨頭阿斯麥 ASML 全球副總裁、中國區總裁沈波表示，該公司對向中國出口集成電路光刻機持開放態度，對全球客戶均一視同仁，在法律法規框架下都將全力支持。沈波透露，2020年第2、第3季度，公司發往中國大陸地區的光刻機台數超過了全球總台數的20%。19. 戰疫全時區，海外累計確診人數前10的國家。希臘總理宣布自7日起全國封鎖3個星期。美國至少33州出台口罩令，部分地區實行宵禁。美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8.9萬例，累計超954萬例。據 CBS 新聞，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可能會在1月份上市。美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12萬，創歷史新高。蒙古國出現首例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軍事，
20. 美國簽署下一代戰略導彈核潛艇採購合同。觀察者網根據美防務新聞網站報導，美國海軍於日前與下一代潛艇的建造商通用動力電力艦艇公司簽署了價值94.7億美元的合同，以支付第一艘哥倫比亞級戰略彈道導彈核潛艇的全部建造成本，以及第二艘該級核潛艇的預付款。21. 埃塞俄比亞瀕臨內戰，對北部提格雷州發動軍事進攻。美聯社報導截圖。觀察者網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當地時間11月4日命令軍方對該國北部提格雷州展開軍事進攻，理由是該地區武裝力量對聯邦政府軍發動了襲擊，已經越過最後的紅線。埃塞俄比亞國內局勢愈發緊張，人們越來越擔心這個非洲人口最多、實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可能再次陷入內戰之中。22. 納卡國防軍稱擊退阿塞拜疆部隊在4個方向上的進攻。環球網據俄羅斯衛星網報導稱，未被國際社會承認的納卡共和國國防軍5日發布聲明稱，該部隊已在前線擊退了阿塞拜疆軍隊從4個方向上發起的進攻，對手的突擊部隊約在此期間遭到殲滅。財經23. 10月份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公佈，全球製造業復甦加快。中財網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6日公佈了10月份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指數變化顯示全球製造業延續復甦趨勢，且復甦速度較上月有所加快。10月份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 54.5%， 較上月上升 1.6個百分點。連續4個月保持在 50% 以上。24. 創業板止跌近 2%， 醫療保健、疫苗等板塊跌幅居前。中券網11月6日，滬深兩市弱勢震盪，截至收盤，滬指跌 0.24%， 深成指跌 0.40%， 創業板只跌 1.97%。盤面上，航運、券商、黃金、半導體等板塊漲幅居前，醫療保健、疫苗、充電樁、白酒、汽車等板塊跌幅居前。25. 報告稱第三季度國內市場 5G 手機出貨量約4970萬台。中證網根據國際數據公司 IDC 手機季度跟蹤報告，自2019年起，國內 5G 手機累計出貨量超過 1.16 億台。2020年第三季度，國內市場 5G 手機出貨量約4970萬台，其中華為依舊佔據第一的位置 ，OPPO、vivo 繼續分列2、3位。26. 國際油價下跌，匯通網紐約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質原油 WTI 期貨價格下跌36美分，跌幅 0.9%， 收於每桶38.79美元。27. 多家銀行預警貴金屬交易風險。中證網為防止近期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出現的波動，近日已有郵儲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3家國有大行及招商銀行、平安銀行、中信銀行等股份制銀行發布預警，提醒投資者貴金屬外匯市場風險可能加劇。分析人士認為，銀行此舉主要是為了避免出現市場黑天鵝風險事件。28. 人民幣中間價報 6.6290， 中信經緯11月6日，人民幣中間價報 6.6290， 上調605點，上一交易日中間價報 6.6895， 在岸人民幣上一交易日收報 6.6400。科教29，一箭13星。長征6號運載火箭發射成功。央視新聞2020年11月6日11時19分，我國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6號運載火箭，成功將 NOS-9-100 衛星送入預定軌道。NOS-9-100 衛星是阿根廷 Satellite 公司研製的10顆遙感小衛星，發射獲得圓滿成功。此次任務還搭載發射了電子科技大學號衛星、北航空士衛星1號和8103星。30. 中國阿爾茨海默病新藥在美啟動國際3期臨床試驗。新華社美國專家日前表示，
由中國企業研發的阿爾茨海默病新藥甘露特鈉膠囊，商品名9期1，已經正式啟動國際多中心3期臨床試驗的患者入組工作，第一例患者篩選目前已順利完成。31紫江學大，目前公司全國各地校區已基本全面恢復線下教學。中新網紫江學大在互動平台表示，目前公司全國各地校區已基本全面恢復線下教學，經營情況恢復良好。公司2、3季度經營業績較一季度已有所改善，且2020年3季度所實現淨利潤已高於去年同期。互聯網32螞蟻集團 A 股11月6日啟動退款。36氪11月5日晚，螞蟻集團發布暫緩發行的公告稱，發行人及聯席主承銷商將於2020年11月6日啟動退款程序，投資者認購的股份將於2020年11月6日註銷。33特斯拉國產Model Y完成工信部申報。36氪日前，工信部發布道路機動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第338批的車輛新產品公示清單，顯示特斯拉國產Model Y完成工信部申報，電池類型為3元鋰離子電池。34 Mate 40系列後續會產能及市場供應會逐步上來。泰媒體6日消息，記者從華為內部員工獲悉，Mate 40系列缺貨主要因為供應鏈產能跟不上巨大的市場需求。確實今年以來，國內對華為手機需求非常火爆，尤其是 Mate 40系列，後續會產能及市場供應會逐步上來。文體35廣電總局嚴格控制演員嘉賓片酬。中新網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近日印發《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關於推動新時代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做強做優的意見》的通知，其中提到要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機制，堅決防止追星炒星、過度娛樂化、高價片酬、為收聽收視率等不良傾向。此外，要嚴格控制演員嘉賓片酬，倡導演員嘉賓以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零片酬參與公益性節目。36 F1 宣布沙特正式加入2021賽曆，將舉辦夜場街道賽。中新網11月6日電，北京時間5日 ，F1 官宣沙特阿拉伯將在2021年正式加入 F1 賽曆，比賽時間是在明年11月份，比賽地點是在沙特第2大城市吉達。屆時將會以夜間街道賽形式呈現。37歐聯小組賽 AC 米蘭0-3負於里爾，24場不敗遭終結。澎湃北京時間6日凌晨，歐聯小組賽第3輪比賽中 ，AC 米蘭主場迎戰里爾，最終米蘭0-3不敵里爾，本場失利，使得 AC 米蘭各項賽事24場不敗紀錄終止。社會38高校回應保研女生違反疫情管理被處分，取消所有評優澎湃新聞河南鄭州一高校日前發布通報批評，一保研女生因擅自離校與返校，被取消畢業前所有評優評先資格。該校老師稱通報屬實，是否影響研究生名額還需再了解。39海南公布13項互聯網醫療服務項目價格。新華網海南省醫療保障局近日印發通知，公布了4類13項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同時將互聯網覆診項目按規定納入醫保報銷範圍。據了解，此次公布的互聯網醫療服務項目價格涉及互聯網診療、遠程診察、遠程會診、遠程監測、遠程診斷等4類13個項目，明確自11月10日起執行。40上海地鐵 APP 支持境外卡綁卡為國內首家。新聞網近日，上海地鐵官方 APP 平台與萬事達卡攜手推出萬事達卡綁卡出行服務，以方便國際入境人士使用萬事達卡在上海乘坐地鐵出行。通過本次合作，上海地鐵躍成為國內首家受理國際信用卡綁卡交易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41北京新增萬餘有償錯時共享停車位。北京日報從北京市交通委獲悉，今年北京持續推進支路以下道路停車改革，
開展有償錯時共享停車。截至10月底，成6區和通州區共協調新增萬餘個有償錯時共享停車位。2021年，北京還將全面開展停車設施登記調查，同步推進公共停車場動靜態數據接入和車位共享。42女子醉駕瑪莎拉蒂致已死案宣判大河網河南瑪莎拉蒂撞寶馬致死案6日宣判，涉事女司機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無期。去年7月其醉駕造成2死4傷。43北京租房市場入冬。中政部近日調研發現，北京地區租房市場轉入淡季，成交量和租金均下滑。機構數據顯示，北京租房市場10月成交量環比下降5.6%，租金在5月份止跌後連續4個月上漲，但從9月份開始下跌。44東北氣溫多起伏，雨雪漸增，西南陰雨縮減。中國天氣網11月7日，冷空氣將給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區帶來大風降溫，其中東北氣溫起伏明顯，江南等部分地區最低氣溫可能會再創今年下半年以來新低。降水方面，西南地區雨水收斂，東北等地雨雪增多。此外，颱風天鵝和艾沙尼還將繼續給南海等海域帶來大風，需注意防範。河媒通訊社講好河家故事，傳播中華文化。百科何香凝。何香凝，1878年6月27日至1972年9月1日，女權運動的先驅之一。第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3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國民黨左派的傑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動家、畫家，原名諫，又名瑞諫，別號雙清樓主，廣東南海人，生於香港，文革主要創始人，國民黨元老，建立民國的功臣，3大政策的忠實執行者，抗日統一戰線的一個方面軍，也是新中國創始人之一。1972年9月1日，因病救治無效在北京醫院逝世，終年94歲。歷史上的今天，1996年11月7日，美國開始探測火星奧秘。1996年11月7日，美國德爾塔2火箭把火星環球勘探者探測器送入了太空，拉開了火星探測熱潮序幕。緊接着，俄羅斯火星96探測器和美國火星探路者探測器分別於1996年11月16日和12月4日競相升空，使火星熱達到了高潮。儘管俄羅斯火星96探測器不幸墜落，但人們對火星的熱情有增無減，這是為什麼呢？探測火星到底有什麼意義？人類之所以對火星感興趣，是因為火星與地球最為相似。就目前的探測結果表明，它是一顆離地球最近的行星，上面有大氣，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約佔95.3%，其餘是氮、氬、一氧化碳、氧等。水氣的數量很少，平均約為大氣總量的0.01%，其表面大氣壓為7.5百帕，相當於地球30至40公里高處的大氣壓。火星公轉周期約687天，自轉周期為24小時37分23秒，一年有明顯的4季變化。它表面平均溫度比地球低30攝氏度以上，其中赤道附近最高溫度約20攝氏度，夜間最低溫度在 -80攝氏度以下。根據海盜號無人探測器發回的數據顯示，火星上雖不存在液態水，但有許多條乾涸的河床，這說明這裡從前曾有過水，並且一度氣候比較暖和。這是十分令人興奮的消息，因為水是生命之源。若火星上曾經有水，就曾經可能有生命。此外，火星內部構造與地球相似，所以科學家們認為，通過對火星的研究，可以了解太陽系的起源和演化，弄清生命的起源和進化，認識地球環境的形成過程。1996年8月6日，美國宣稱，科學家從一塊來自火星的隕石上，發現了可證明火星上曾經存在生命的化學物質。這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各國學者議論紛紛，不同意見者最主要的論點是，這塊石頭是否真是從火星上來的，因此需要對火星再次實地考察。火星熱就這樣又火起來了。中國新聞匯編播報完畢，謝謝收看。